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民数记16章第20节到35节，使徒行传28章23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听、看。耳朵、眼睛是我们身体肢体五官当中器官之一。虽然有人先天就有视障，就有听障，但是一般的人而言都是会听能看才对。圣经里耶稣基督也曾经提醒基督徒，以赛亚书也有眼可看的就应当看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如果对上帝的教导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的话，那就要自己去面对所可能遇到的一些境况。民数记16章20节到35节记载，我们看到了可拉、大滩以及亚比兰，他们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上帝指示摩西、亚伦以及以色列人要离开他们的道路。圣经这样说道：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站开，离这些人远些，我要立刻消灭他们。摩西和亚伦俯伏在地上说，上帝啊，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一个人犯罪，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上主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人民，要他们远离可拉、大滩和亚比兰的帐篷。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一起去大滩和亚比兰那里。他对人民说，你们离开这些坏人的帐篷，不要碰他们的东西。如果你们不听，你们就会因他们的罪而和他们一起被除灭。于是他们离开了可拉、大滩和亚比兰的帐篷。大滩和亚比兰带着妻儿出来，站在他们的帐篷门口。摩西对人民说，你们就会知道，是上主差派我做这些事，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对待你们。如果这些人得以善终，未受惩罚，上主就没有差派我。但是如果上主做一件从来没有听过的事，地裂开，吞下这些人和他们所有的东西，使他们活活的掉进阴间，你们就知道这些人弃绝了上主。摩西刚说完话，大滩和亚比兰的脚下的地就裂开了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跟从可拉的人和他们的东西都吞下去。他们活活的跟他们的东西一起掉落到阴间，地就在他们头上又合拢起来，他们就不见了。所有在场的以色列人听见他们的嚎哭，就都逃跑，喊着说，快跑啊，恐怕地也要吞灭我们了。接着上主降火烧灭了那攻乡的250人。上帝的仆人受上帝差遣来传达上帝的旨意，但总是会有人相信，却也有人不愿意相信。使徒行传28章23节到31节记载了保罗去到罗马之后，引用摩西律法以及先知记载来劝勉当地的犹太人，要他们信耶稣。这当中有人相信，
但是也有人仍然不信耶稣基督，就造成了混乱。经文的记载，于是他们跟保罗约定聚会的日子。那天到保罗住处的人很多，从早到晚，他向他们讲解上帝国的信息。他引证摩西法律和先知书，要他们信耶稣。对于他所说的话，有的信，有的不信。他们彼此不能同意，就散开了。未散之前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：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的祖先说过的话是没错的。以赛亚说：你去告诉这人民，你们听了又听，却不明白；看了又看，却看不见。因为这人民的心智闭塞，他们塞住了耳朵，闭上了眼睛，不然他们的眼睛就会看见，耳朵就会听见，心里就领悟，回心转意，我就治好他们了。于是保罗说：所以你们应当知道，上帝拯救的信息已经传给了外邦人，他们倒是会听的。保罗在自己的租处住了2年，凡来访问的人，他都接待。他大胆地宣扬上帝国的信息，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没有受到什么阻碍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话，说到因为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不听上帝的劝勉，因此上帝就将得救的福音呢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救恩就传给了外邦人。就像经文27节、28节所说的，因为这人民心智闭塞，他们塞住了耳朵，闭上了眼睛，不然他们的眼睛是会看见的，耳朵就会听见，心里就会领悟，回心转意，我就治好他们。于是保罗说：所以你们应当知道，上帝拯救的福音已经传给了外邦人，他们倒是会听的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从耶西的残干上要抽出嫩芽，有一位新生王从他后代兴起，上帝的灵要降在他身上，赐给他智慧、聪明，赐给他谋略、能力，赐给他知识和敬畏上主的心。敬畏上主是他的喜乐，他不凭外貌审判，他不靠风闻断案，他要以公道维护穷人，他要保障孤苦无助者的权益，他要下令惩罚罪人，他要处死邪恶人，他要以正义治理，他要以信实施政。豺狼和绵羊将和平相处，豹子和小羊一起躺卧，小羊和幼狮一起吃奶，小孩子将看管他们，母牛和母熊一起吃喝，小牛和小熊一起躺卧，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，吃奶的婴儿要在毒蛇的洞口玩耍，断奶的孩子伸手在毒蛇的穴内也不受伤。在西安上帝的圣山上，没有伤害，也没有邪恶，正如海洋充满了水，大地充满对上主的认识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单纯的相信，坚定的依靠，使我们能够得蒙救恩。因为无论是谁，只要心里刚硬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就会与救恩无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